舞台穹頂下的蝴蝶風暴。2025年4月24號晚20點17分，造價2.3億港元嘅全息穹頂係啟德體育館緩緩打開，400架機械蝴蝶從謝霆鋒2000萬嘅古董吉他中撲翼而出。VIP 包廂入面嘅王菲輕輕晃蕩紅酒杯，啟住個紙箱嵌住非字母嘅水晶碟飛過迪波拉嘅銀髮，最終挺係觀眾席嘅某處，嗰度坐住全程戴住黑色口罩嘅 Lucas， 腿正係把玩住印有張柏芝手寫媽咪加油嘅應援燈牌。台下嘅資深娛記佬陳突然發現唔妥，2個鐘之前 Lucas 仲係尖沙咀幫柏芝新開嘅潮牌店撐場。呢個細路仔點解好似信兒咁過嚟嘅？天使吉他墜落時刻，當謝霆鋒唱到玉蝴蝶嘅你像短暫停住嘅流星嗰陣，控制室突然收到神秘指令，17萬張座椅下面嘅震動裝置同步啟動。保安隊長阿強啱啱準備檢查設備，就見到 Lucas 好似獵豹彈翻過3道防護欄，喺容祖兒驚訝嘅目光下搶過陳奕迅遞過嚟嘅備用麥克風，打吧。呢首我假裝對你已冇所謂送給你。監控錄像顯示 Quintus 突然扯低頂帽指向空中爆傷 ，Lucas 嘅瞳孔劇烈收縮。王菲助理緊急拉低包廂窗簾。張柏芝嘅閨蜜係 IG 發蝴蝶暗 WG 暗號。謝賢嘅輪椅係後台通道急剎，迪波拉嘅高跟鞋係消防通道截斷。15年父愛帳簿大清算。2008年我出水痘40度高燒。你喺北海道幫王菲對雪人城堡 ，Lucas 甩出手機投影病歷單，張柏芝凌晨3點憔悴嘅自拍嚟佐證。2016年家長會你叫經紀人着恐龍裝扮爸爸，現場大屏突然切入當年嘅視頻，扮成暴龍嘅霍汶希唔小心露出紅色高跟鞋。去年我寫俾你嘅信，你當佢係風味臘腸訂購單簽咗名。謝霆鋒顫抖住從西裝內袋掏出泛黃嘅信紙，淚水暈開風味集團嘅公章紅印。3代謝氏詛咒嘅輪迴，係救護車刺耳嘅鳴笛聲中，88歲嘅謝賢突然扯甩氧氣罩，對住趕嚟嘅迪波拉怒吼。1985年婷婷嘅鋼琴比賽，我都係澳門賭場走廊盡頭，謝婷婷正同北美美婚夫視頻嗌交。行咩我嘅細路仔都要活喺鏡頭下面。網絡考古隊畫出驚人對比，謝賢1983年缺席謝霆鋒小學畢業禮，借口同某女星傾劇本。2023年謝霆鋒錯過 Queen's 擊劍奪冠賽，官宣同米其林主廚研討新菜。天亮後嘅情感廢墟，凌晨4點嘅蘭桂坊，張柏芝俾人拍到係12夜酒吧痛飲龍舌蘭。駐唱樂隊啱啱好係演奏因為愛所以愛。王菲私人飛機悄然降落在北京機場，機艙遺留嘅兒童心理學書籍被清潔工高價轉賣。輿情監測顯示，謝賢祖傳 DNA 表情包播放量破5億。陳冠希深夜點讚，風味集團股價暴跌17%，網友發起用廚藝補償親情萬人請願。狗仔拍到 Quintus 將2000萬吉他掛喺二手平台，簡介寫住換爸爸週末。鎂光燈外嘅和解曙光。5月12號母親節，張柏芝直播鏡頭意外數到 Lucas 係廚房煎溏心蛋，謝霆鋒係住柏芝送嘅最佳主夫圍裙幫手。Quintus 戴住降噪耳機彈奏玉蝴蝶，琴譜上王菲字跡嘅批注仲未擦乾淨。當晚狗仔拍到震撼畫面，謝家3代男性齊聚深水灣路澤，謝賢千危危淡將1955年嘅勞力士戴喺 Lucas 手腕上，謝霆鋒就將碎成兩半嘅天使吉他鎖入保險箱，為門關閉嘅瞬間，眾人見到箱入面個張泛黃嘅診斷書。2007年 Lucas 早產時，謝霆鋒簽過器官捐獻協議。